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点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日的敬拜。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即点咱三甲来吟圣诗254首，圣诗25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基督做咱坚固地基，真正触觉就是伊。圣所所选实在宝贵，连结圣会归伫伊。阳光圣城拢无废去，艰辛信靠拢免犹豫。咱三甲起立来吟。
三角有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同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圣圣母玛利亚出世，对立到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到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感谢全能的爸上帝大平，因为对过来审判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下面咱三角来启用。今日启用的所在记载伫启文57篇，启文57篇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伫圣诗的后壁面1003页，1103页。启文57篇。现着咱三角来启用。我是真的葡萄树。连入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咧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机，互人ฮ็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即点咱三角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伫这个时阵，我们用心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过去的一礼拜的看顾甲保守，互阮会当平安度过每一天。伫即个世界充满无确定的挑战的时阵，你的恩典甲同在是阮上大的安慰。亲爱的天父，阮来到你的圣洁宝座前，阮承认阮的罪，阮有时伫言语、行为，甚至思想顶悬有过犯，阮深深忏悔，求你赦免阮的过错。也求你用你的慈爱甲恩典洗净阮，互阮得到更新，来搁较亲像你的形象。主啊，阮也要为着这个国家，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求主你保守阮国家的安全。虽然阮的敌人时时刻刻来扰乱，但是主，你拢甲阮同在，互民主甲自由的价值会当伫即块土地来继续长大。伫动乱的冲突当中，也愿意赐予阮新的领导者有智慧甲勇气，互因会当用公正来执行因的职责，来谋求社会的福祉甲安全。主啊，我也要为着遐心灵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是身体的病痛、心灵的创伤，也是灵性的征战，愿你温暖的手来摸因，使因平安甲医治，互因伫逆境中会当感受到你无比的疼甲力量，而且有信心来面对每一个挑战。主啊，阮知你是全能的神，你不离不弃的疼顾。你的疼也永远不变，
由你除去阮一切负面的心态、不满甲不平的心情，领阮徛伫灵命的石盘顶来迎接光明，经历新的一天过一天，也毋惊头前无平的路，因为有你一路的引带，阮将一切的荣耀甲恶乐拢归乎你。也求圣灵降临阮的心上，开阮属灵的目睭，一切拢是照你的旨意来行。阮来求你听取阮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是的，献歌队来站立。
今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今要看的所在，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1章第60到12节，有2个所在吼。啊，搁来是第二位是第2章第1节到第4节，记载伫和合本新约163页，白话汉语本是134页，现代中文译本是185页。现在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安尼，因自执的时，问伊讲：“主啊，你伫即时要将国复倒互以色列吗？”伊就甲因讲：“爸所下伫伊家己关内的时国期，毋是恁所通知。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遍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这话讲了，因得看的时，耶稣受举起上天，有云直接伊，因就看袂见。因去的时，因仰天注目看，忽然有2人穿白衫，徛伫身边，讲：“加利利人啊，啥事？”徛在看天，即个耶稣离别恁受直接上天，恁看伊安尼上天，伊也要照安尼来。迄时，因对迄个名叫干那的山倒去耶路撒冷。即个山近耶路撒冷3离开有安息日的路站。第2位，第2章第1节到第4节。五旬节的期已经到，因拢聚集一所在。忽然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因所在规间的厝，就有得分开的纸出现，互因看见，亲像火的纸，飘伫逐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才开始讲别样的腔口，是照圣神所想述因讲的。以上下面讲到。今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是得到使命加力量，咱请牧师。各位下做大家平安。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经节，实际上是咱传统中间教会伫圣神降临节所读的。啊，当然今年的圣神降临节拄啊就是玉山圣学院的纪念主日。所以牧师有教我讲台，但是更较重要的，咱伫教会节期的中间，实际上毋是亲像过节了后，像咱过生日的第2天，说过即个生日了后，啥物拢无改变，咱是望讲咱持续伫咱生活中间，咱思考圣神降临的意义是啥物。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进前，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愿组织做伙是用感恩的心来敬拜你，因为你的大权能、大气力伫阮，甚至毋知的时阵，你犹原。迄帮助阮、带领阮，甚至伫阮无感觉的时阵，阮知你也甲阮支持。但是总是阮拢是事后较知，有时阵阮行过较知，所以主啊，阮愿意谦卑伫主你的面前，透过。你互阮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帮助阮，无论讲也是听的，拢会当搁较深来认捌主你，搁知影你爱阮做的是啥物，搁互阮得到气力，来将你的话转换成做阮的行动。所以伫即个时阵，愿意倚靠你，也恳求主你亲自引带，
阮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咱每一个人对伫教会，拢有咱家己所认捌、所知影、所认为教会应该爱有的形。亲像传统中间，教会互人的印象，一定爱有一个尖尖的塔。咱看到咱内湖上大间的湖光教会、湖光教会，因登起了后，嘛是坚持爱有一个悬悬的塔，塔顶面爱有一个十字架。真侪人印象中间教会就一定爱安尼，所以找教会就是远远啊看，看敢有一个踩一支十字架。有的人认为教会就是真侪的活动，重大的教会的节期，圣诞节、国外节，也是大所讲圣神降临节，也是即个美国教会传统的感恩节。哦，教会有重大的节期，就一定要有主餐。哦，真侪人印象就是爱有主餐。然后真侪人对教会生活的印象，就是圣诞节的庆祝活动的表演节目。哦，所以咱网络 Google 拍西湖教会跳出来的，就是咱 YouTube 上面每一年圣诞节活动的节目，有变魔术，有跳弗拉明戈的迄个舞的，嘛有迄个音乐，音乐的表演。也是讲咱对细汉，咱对教会大汉的，应该细汉拢演过啥物浪子回头，毋知为虾米圣诞节拢爱演浪子回头，对无？浪子回头内底演迄个，毋是迄个细汉囝后来替人饲猪，有时阵猪歹演，就会穿迄个白色的迄个跆拳道的衫演羊仔，对无？改做无人爱演猪，所以演羊仔。所以细汉后生替人顾猪的时阵，就演伊顾羊仔。这拢是咱细汉，若教会大汉，拢有即款的印象。表演节目，过来真侪人对教会的印象就是长长的叉椅啊，长条木椅，所以就第一印象就是坐真歹坐。咱即摆拢有小可改变啦，咱至少后壁会当靠，也是软的。以前咱即个旧型的教会迄种茶椅啊，迄真正以前教会做礼拜佫真长。我毋知影咱的信用前辈，咱的长辈以前是怎样做礼拜的迄茶椅啊，咱即摆拢较有进步，较符合人体工学，淡薄仔较符合。所以即摆咱算做做礼拜较爽快，这拢是咱对伫教会的第一印象。加减拢甲教会传统的教会生活有关，但是你若真正去查考圣经，尤其是使徒行传甲保罗的批示，圣经所强调的教会的角色、教会的使命。圣经所讲的教会爱怎样，甲独独讲的，好亲像拢无关系，好亲像拢无关系。当然，教会生活重要，因为咱生活爱对着时代，然后咱生活有逐款的层面，所以咱教会活动，咱讲着团契、兄弟姊妹团契的生活，这就包括大大所讲的。教会的节目，然后教会的真侪活动，所以咱袂当否认咱传统的教会所做的，但是咱爱对伫圣经，爱思考，爱了解教会的角色甲使命。所以佮煞接几若个主日，咱就来探讨啥物是教会，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甲一般社团的差别，以及教会到底要怎样伫咱社会中间扮演好咱的角色。
讲到今仔日即个讲到啥物？有活力的教会，有活力的教会。本来想讲爱写火热啦、热心啦，但是我著一直真爱一个譬如，真爱一个譬如。咱拢有坐高铁对无？啊，以前咱要落南坐高铁，拢爱真细致啥物？以前高铁敢是有迄一冲就冲到台中迄种的，对无？咱有时要坐高铁去新竹，结果咧，坐毋着煞冲去台中啊，搁爱坐转来。啊，你半路底下甲车长讲啥物？讲我坐错车了，我要在新竹下车。车长讲啥物？很抱歉，我们没办法停，因为我们下一站就是台中，对无？咱较有即种经验，尤其是你真欢喜讲今仔日是大日子，我竟然买有座位。然后你看到一台车先来，你讲安尼好啦，我著去车顶等。你敢有即种经验？真欢喜买到座位，即座位佫袂歹的位。你讲我毋免用徛的，真欢喜。然后看到车一来，你就哇，真冲动，就跳起哩。想讲不要紧，我先去坐车顶坐5分钟，伊较晚开。结果奇怪，时间还袂到，哪会先开啊？后来佮问车顶的迄个工作人员，伊讲先生，你做错了啦，这要在台中直达台中啊，你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他说没办法，我们直达台中。疫情有时阵嘛爱方向对，亲像落南你若坐着直达车，就算讲方向对，有时阵咱嘛爱思考时间。照无共款的时间，有无共款的车班，有的车班直接冲去台中。你讲真紧真好，但是迄毋是你目前需要，你干那要去新竹，所以先来的车，你赶紧就冲去，结果咧，你有你的车票，你先坐迄车票煞变做自由座。他说：“先生，你要对号，可是这一班是下一班，所以请去自由座车厢。”所以疫情干那有疫情，常常是无够的。所以咱讲活力的教会。好，咱看到《使徒行传》1章60到12节，这是耶稣上天以前组织门徒到伫迦拿山顶。耶稣交代门徒讲啥物？讲爱成做耶稣的见证人。耶稣讲，圣神要降临伫恁的心上，恁就要得到快乐，并且爱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一，咱要注意到圣神降临伫门徒的心上，门徒得到快乐。咱每一个人拢有快乐。但是，敢真正拢符合即两句话，我感觉无拄拄哦。咱在座拢伫教会真久，真正咱会思考讲，无拄拄哦。咱拢有咱的才能，但是有时阵，咱的才能，敢真正会当亲像耶稣所交代伊的门徒，圣神降临伫恁的心上，恁要得到快乐，并且爱去逐所在，啥物做我的见证，做耶稣的见证。所以咱对细汉拢听见以前咧老一辈牧师真爱讲咱爱传福音，但是咧莫听唔到变祸音，福音莫变做华语的祸音，因为有时阵咱出于好心，咱出于热情。咱出伫咱的了解，但是咧，福音却变成祸音。亲像前差不多8、9当前，敢是有一个基督教会、世间教会的牧师伫庄骹，
伊做安亲班，结果叫囡仔对厝人摕迄个因厝人摆的新闻，还是倒位来的新闻，伫遐表演处偶像。你敢有印象即个新闻？扣人命啊要害？无错啊！咱基督徒，咱是反对偶像崇拜，但是伊即个行动，佮录影起来，佮四处分享，结果引起社会的抗议。迄当阵是真大，我会记是2016年啊，2015年迄当阵，无久以前的真做大新闻。但是即个大新闻，大家毋是讲哈利路亚、俄罗主，即个大新闻是讲啊，即个牧师哪会遮尔粗残，做即款行动，伫囡仔、伫社区囡仔的面前做即款的表演，讲拢对啊，这敢有符合圣经？有啊。问题是无妥当的方式，无妥当的时机，甚至对象好亲像嘛无啥妥当，甲囡仔惊要害，甚至伫网络顶面，互人众人骂讲原来基督徒是安尼，但是毋是啊，咱毋是每一个人拢做即款的行动。我想即个牧师，迄个牧师嘛是真好，真有热情，要来实践信仰，但是后果是安怎？后果是安怎？所以，真做耶稣基督见证人即个使命，当然是甲马太福音所讲的招万百姓来做耶稣的学生，是袂当分的，互万民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咱的大使命，拢无错。但是重点是啥物？既然要做见证，你我所有的基督徒拢是见证人。见证人是啥物？见证人，你看到啥物？你亲耳听到啥物？你亲身听到啥物？你家己亲目看到啥物？然后你甲人讲，这叫做见证，见证人。但是为着耶稣做见证，对伫门徒来讲，对伫耶稣12门徒来讲，对伫遮个使徒来讲，就是耶稣的门徒跟对耶稣3年，因真正亲目看到，因看到耶稣顶十字架，因亲目看到国外的耶稣基督，因也感受到因甲耶稣的关系，改变因的生命，所以因将这为着这个代志，为着耶稣来甲人讲因的经验，讲因所看到、听到的，为着用安尼来见证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是命令伊的门徒爱甲别人讲，对伫怎样拄着耶稣，并且通过耶稣的带领，得到生命的改变，得到生命的成长，然后邀请别人做伙来经验着耶稣的疼甲恩典，大家来做耶稣的门徒，这就是为着耶稣做见证。但是咱也知影，咱尤其咱大家拢是受高等教育的，难免有基督徒真交甲厝里的人、朋友、同事，也是厝边头尾，伫遐争论深刻议题。这咱难免，哦，咱拢高级知识分子，咱伫教会真久，其实咱对信仰拢有了解，但是若变做摕这来甲人争论，安尼好亲像毋是为着基督来做见证，因为咱拢知影，真少咱的新的朋友来到伫教会，真少是因为咱伫辩论中间辩赢因，
反倒变你变赢了后咧，伊就无爱来啊，伊就无爱来啊，对无？你要传福音互众人，结果你伫厝边头尾，煞变做甲人无拄好，甲人冤家，甲人争论代志，无错，真侪物件讲的拢对，但是咧，番号过了后，煞变做拄仔所讲的福音，袂当变成祸因。无人来教会，是因为有基督徒甲伊辩论，甲伊辩赢。若无真正圣神的感动，真少会有人因为基督徒甲伊辩论辩赢来教会。但是咱倒转来想，至少伫牧师的经验内底，真侪新朋友来教会，因感受的是啥物？基督徒的关心，伫需要的时阵，甲伊的关心，一句话，一个行动，是不是咱在座应该，我毋知啦吼，应该有人来到教会，还是讲定心转来教会，是因为安尼，无人是因为辩论。互基督徒辩赢，所以伊讲好啦，你甲我辩论辩赢，我对你来教会足少，大部分的是讲好啦，你真敖啦，你敖，从此再见。所以咱转来想，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意义到底是啥物？咱爱知影，是这上人想要听到的是啥物？对伫生命的问题有兴趣的，才会人，才会咱讲无道友，才会朋友、新朋友，因所期待的是啥物？除了关心以外，因期待的是听见、看见信仰怎样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你我可能拢无完全，但你我拢有真侪的缺点。问题是，人若看到生命的改变，人感受到生命的改变，真正你要邀请，就会较好邀请。你要邀请，甚至有时阵你还袂开嘴，伊就主动甲你讲，甲你问。听讲你基督徒恁教会怎样？人期待听到的见证是啥物？因想要知影上帝，咱信的上帝，伫咱的困境中间怎样帮助着咱？过来咧，咱行过遮个辛苦的时阵，咱坚持到底，咱体会着上帝。因想要听到的是这，所以，咱为主做见证，别人毋茫看到、听到的，毋是咱外敖，你敖你的代志，甲因无关系。你敖，你趁大钱，你敢会分一部分互我？袂啊！你敖，然后咧，佫安怎？若对伫真正关心着我家己生命的问题的人，伊会感觉你搞是你的事，甲我也无关系。因望的是要知影，咱的信仰怎样塑造咱的生活。所以，例如这，咱爱靠的是咱的行动。咱所讲、所行、所产生的影响，来邀请其他的人，真侪耶稣基督的门徒，
卖摇，这是咱教会啦，卖摇啊，这咱教会，啊，咱看到哦，会当看到家己吼，这咱教会。咱是爱邀请大家做伙甲咱来活出充满上帝慈爱甲赦免的新的生命，你的新的生活，这是正人有兴趣的，这是正人想要听到的、想要看到的见证。但是咱知影，拄讲过，你我拢无完全，你我拢有缺点，安尼要安怎？要安怎？所以耶稣就讲啊真明，当圣神临到恁，耶稣安尼讲，当圣神临到恁，恁免得到快乐。圣神临到，互咱得到快乐。靠人家己无办法达成，为主做见证的使命。有时阵一句话是好话，一项代志是好事。你讲一遍，别人无要信道；讲两遍，人感觉真烦；讲三遍，人起屁面。然后咧，你就袂阁讲落。虽然讲这项代志是正确，虽然讲这项代志是好，对无？但是，当咱倚靠圣神，我想才有可能，咱会当正确的代志来持续。然后，咱正确的代志用正确的方法来做，这靠人咱家己真正无可能，真正无可能。因为为主做见证，这是超越人家己的能力会当达成的。这就为什么耶稣爱伊的门徒讲当圣神临到恁，意思就是等待圣神的。听候圣神的恩赐，听候圣神的恩赐。咱有圣神，咱基督徒才会当将福音传到各所在，将福音互遐个互社会所未记住、社会所忽略的人会当听见福音。有圣神的帮助，咱基督徒也会当较会当尽心尽力去听迄个无辜罪的人，听迄个互别人拒绝的人。有圣神，咱才有可能为着实践信仰，必须爱勇敢踏出咱家己的舒适圈。这拢是圣神带来的快乐，才会当互咱持续向头前。你若靠着你的本性，我拄仔所讲的，有啥物人会当坚持到底？有啥物人会当坚持到底？人讲 IQ 智商 ，EQ 情商，但是聪明的人难免会做戆代志。EQ 好的人也无事常常安尼反省，心情好，大家拢是心思熟路。情绪好的时候，大家都是绅士淑女；心情好的时候，大家都是绅士淑女。但是咧，一个物件叫做活力商数，叫 VQ。你敢有听过这个活力商数？一个人有活力是什么？你也发现他包容性很强，他面对挫折韧性很强。这跟 EQ 其实不一定一样哦。咱讲活力商数，咱讲什么叫做活力？一个塑胶，一个树链，有伊的形，你甲伊拗，伊拗即个形，但是咧，你手放开，走转来，有弹性。咱说一个人做人有弹性，一个人想法很灵活，思考很灵活，一个人懂变通。这往往不是你巧，而是讲你情绪管理好有办法的。橡胶很软，但是
橡胶你一拗，伊会当恢复原状。甚至好的橡胶，你甲伊拗久，伊袂弹性疲乏，伊会悠然转来。但是有的橡胶，你拗久伊会弹性足够弹性疲乏，这叫做活力桑树。留意下这，通过为主做见证，借着圣神的帮助，咱才会当互更较侪人相信耶稣是基督，互更较侪人会当相信耶稣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圣子，并且互众人会当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恩典，甲上帝救恩的恩赐。所以，咱爱知影，信仰是恩赐，是圣神所授予咱的。咱是回应，咱是回应。所以行动有重要无？有。主动有重要无？有。但是信仰是圣神所授予，咱是知影回应，咱是愿意用行动来回应。所以讲信仰爱主动无爱，但是咱爱体会会到咱的信仰的根源对倒位来。咱信仰实践的快力是对倒位来？你听这，以弗所书2章第8节也是安尼讲：恁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毋是出对家己，这是圣上帝所授予的。所以咱只有通过甲圣神同工，咱才会当完成耶稣基督交付予咱的使命。咱爱借着甲圣神同工，才会当伫众人的面前，真正为主做见证。所以，什么是圣神？什么是圣神？当然，连圣经嘛讲，圣神亲像风。但是咱会当经验到，咱会当体会到，亲像今仔日咱所读《使徒行传》2章的一开始，描写到圣神亲像大风，圣神也亲像火子、火蛇，安尼来降临。咱知影风甲火拢是快力。拢是代表快力，风甲火拢是充满快力的景象。咱讲风，风咱看袂到，但是咱拢会当感受到风的快力，咱拢会感受到风要吹的方向，就亲像圣神。虽然讲是咱看袂到。但是咱会当感受到圣神的运行，甲圣神所带予咱的影响。火子是代表上帝的临在，所以出埃及记讲到摩西领受上帝的呼召的时阵，上帝显现通过气配和火烧。这是咱长老教会的标志，气配和火烧，这是上帝临在的代表。甚至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旷野，上帝用火条来引带因，所以火代表的不只是快力，是上帝的同在。所以当圣神临到咱，咱也亲像圣经所记载。咱领受到上帝的同在甲快力，所以你看这，伫一间教会中间，你看咱教会无大，咱人无介济，但是咱大家拢有无共款，咱大家拢有无共款，有无共款的个性，咱外表嘛无共款，有人黑，有人白，有人悬，有人绿。
有人矮，有人老，有人身材丰满，有的人3比8，亲像叶牧师。咱有无共款的职业背景，咱伫教会也有咱无共款的职责。咱中间有兄弟是真愿意点点啊做，无人的时阵，伊拢伫教会伫遮去拍拼。但有的人，咱的才能、咱的温数是会当伫礼拜中间来服侍。众人看会到，咱有无共款教会的职责？咱要怎样，互教会行落去？咱爱知影，咱的信仰核心是共款的，咱拢是上帝的子民，咱拢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咱得到平平来得到生命的救赎。咱共一个上帝，咱共一个信仰，上重要的，咱对伫圣神所来，咱得到使命是共款的，为主做见证的使命。咱要见证主耶稣基督，咱有共款血力的来源，是上帝透过圣神手术咱。别人有无共款的能力，咱靠着圣神得到气力，咱做伙来为上帝做见证。所以愿咱会当重新来思考圣神降临的意义，也来持续伫咱的生活中间，无论你伫倒位，无论你做甚物，无论你的角色。你的身份是啥物？咱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透过咱所讲所行，咱来为主做见证，因为有圣神甲咱同工，咱做伙压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对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你互阮重新来思考圣神降临的意义。主啊，你的圣神临到伫阮的中间，你啊，照你的应允，你收拾阮逐人有无共款的能力。所以，上时阮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刻提醒阮，阮的使命是要为着主你来做见证，见证你的疼痛，见证你绝对疼的公义，佮见证你伫阮生命中间，互阮得到的改变。主啊，阮爱承认阮是软正的。阮爱承认，阮毋是完全，所以阮特别恳求主你的圣神，时时刻刻，互阮会当感受到，阮毋是家己迄做，是有圣神的同工。也恳求上帝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伫阮做万项代志的时阵。无论阮的角色是啥物，你互阮卖袂记住，就是阮气力的来源是出对你。阮的使命也恳求上帝你时刻提醒阮，互阮所做一切，真正会当成做上帝你的见证。求主你带领阮，看顾阮，帮助阮。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点咱三甲来迎欢迎圣诗258首，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
疼痛人民到万岁，圣囝降世，设立圣会施恩救人，赦免罪。上帝恩典极大无比，耶稣为咱来受死。咱若靠伊就拢免惊，到尾稳当会较赢。咱大家起立来吟。下面奉献，咱请秋梅执事甲余养执事来书献。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即个拜六就是6月7、8上午10点，要伫燕庆街因兜举行家庭礼拜。地址伫共前路127巷，人路7号7楼。要参加的
兄弟姊妹啊，请秋梅执事来报名啊。第二6月15拜六上午10点草会班要伫教会礼拜堂上课。那已经报名的姊妹，请有留时间来出席。第三每礼拜五下午7点半是教会查经祈祷会。6月起主题经文是约翰圣经约翰1、2、3书因为这礼拜六这礼拜五拄着迄个年假所以咱查经祈祷会会暂停一届。拜四第4项要需要探访，也是要愿意开放家庭来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请来甲牧师也是教会中职讲来安排。下周6月7、9主日礼拜的题目甲经文信息启应甲金句的部分，咱请咱来家己来看。过来咱看倒边的部分，教会主会主日礼拜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拜五是拢有查经祈祷会下晡7点半。过来看圣工事奉的部分今仔日交代是帮师兄甲春英节那茶会是杨长老，清扫是素琴姐。后礼拜讲道叶牧师事会是余养执事，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吕信兄事献是我本人甲秋梅执事交代是素琴姐甲bình龙兄。茶会张老师清扫是燕庆姐下面奉献的部分有出入的，请大家我也是甲秋梅执事来更正。过来咱看正手边下底金句的部分，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一遍咱大家甲做伙用白话汉语本读2遍，华语读1遍。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骗犹太甲撒玛利亚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来，咱三个来念。要做我的见证，好多领到时要有才能，犹太甲撒玛利亚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做得着你善能，让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咱大家一起来互相平安问好。来，咱三个来吟每样的诗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甲祈恳。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咱要散会求主祝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心爱互助，欢喜对主，跟对主骹步，对主骹步，对主骹步，经过旷野主传路。唱散了后，咱请牧师祝祷。主
咱就爱靠着圣神所修饰咱的气力，咱也对圣神追求着咱使命，也用咱对伫圣神内的才能温数，伫咱日常生活中间，透过咱所讲所行来为着主做见证。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照恁，让慈悲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